来做一跪，做一跪，以叩首。感谢咱有点人师百忙当中为咱担任着点子官进行点子咧。感谢咱有点人师祝伊身体健康，道路方便。感谢再感谢。感谢咱点人师百忙当中呢，会当来担任着点子咧。感谢咱点人师助比，感谢再感谢。咱点子咧行走个。咱小休困一下吼，咱8点40准备举行着供电礼吼。因为咱写8点40要供电啦吼，咱惊人一寡民意代表也是机关团体会准时来供电，所以咱休困20分钟，互咱的校甲管要去厕所呢会当方便一下吼，感恩。